哇，咱们家有多少年没来这别院了？哎，姐，你这不是大病初愈吗？就带你来郊外这处安静别院，好好休养身子，岂不是1等1的舒服？哎，走，走，小姐，走。哎呀，干净的。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想不到你还这么周到。那当然了，来之前都特地请人清扫过了。船舶呢？小姐，要不我给你按摩？是啊，在你昏迷这段时间，硬邦邦可是寻高人学了一手专业的伤后按摩术，活血化瘀，舒筋正骨，就等今日让你好好享受一下啦。对。哎呀，姐，你放心吧，要是陈安博来了，保证不打扰你们2人世界。对，走了，快，小姐，请，好好享受一下。走。惊险，该办正事。软绵绵啊，那个花盆歪了。啊？这样啊？再来，好好听。老陈，那个架子，大家动作都麻利点啊！是，不然等会儿被我姐发现，就完了。发现什么呀？这把我一个人留在别院，你们在这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？不是我。婚事，看上哪家姑娘了？啊，对，我也老大不小情窦初开了嘛，就因为不好意思才瞒着姐的。没想到我弟眼光还不错呀。哦，这镯子挺别致的嘛。嘿，你喜欢就好。说啥呢？这么说，这些都是伯爷安排的啦？我这就是想促成你们俩，才偷偷摸摸的。伯爷可真是费尽心思啊。这件婚服好像被人穿过吧？这伯爷是不是被人骗了？怎么可能？大爷哪家裁缝店敢骗伯爷啊？肯定是姐多虑了，人家本来就这么设计的。那这根头发呢？你又作何解释？老实给我交代，不然从今天开始，每天练剑5个时辰。哎呀，说呀！那是借给谢婉瑜穿了。谢婉瑜？